小心，这苗栗县万里世界路一段最近有袂少人收到停车的罚单，和车主感觉真无辜，因为认为讲，因为车是停伫空地啊内无违停，啊是安怎会收到罚单？甚至有车主一摆收到3张罚单。警方讲，这违法的车辆虽然是将车停入空地啊内，也过部分超过水沟啊挂，算是停伫路的，所以讲要依法处理。 3台停伫咧空地的车全部拢互开罚，甚至有车主一摆摕3张。这是苗栗万里世界路一段，真侪民众去要求，认为车是停伫咧空地的所在，唔知是安怎会互开罚。你袂使开啊！你感觉袂使开？嘿啊，我是感觉是不能开啦。刚才开4抓5抓咧。4抓5抓啊？嘿啊。开几间啊？你看几届啊？ 今仔第工咧第3工啊！尾仔警察来到现场解说，讲这车虽然停伫咧空地内底，不过车身有会超过水沟挂，占着道路才开罚。道民众嘛是感觉真无合理。照你讲袂使安尼啦，因为咱拢无超过白线啊。你若讲白线以外才能开啦。警察回应，车身超过水沟挂，就等于是停伫咧路的。按照规定，停伫咧路的车，拢会含道路并行。交通管理处条例第50条、第56条第6项规定。 斜插方式停车，仍是要受处罚。警察讲，车主若是真正要停伫咧车，一定要甲规台车停入去空地内底，别当去占着道路，若无就会去砸到民众视线，引起意外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